高雄的大寮有一排连排透天厝，这头前的土地因为这地主过身去互拍卖，新地主讲若准备对伊的土地出资，就爱用150万改买。双方沟通是无共识，26暗时呢，地主就派人来到这采这按摩图的护栏，等于是这透天厝要出入就真困难啦。公务局表示讲，这护栏坑的所在已经违法，要求地主限期改善。若做唔改善，上悬会当罚20万，而且会当连续一直改罚。用山鸟啊，将护栏一块一块挡伫这摆犯厝出入的大门前。高雄大寮地区这摆透天的徛家，去年底雄有自称是新地主委托的大师来甲因讲，门前出入道路是私人地，若是要使用，就爱甲因买，拢总21平，要卖450万，互受影响的3户徛家完全无法度接受。哇，第一次开价150万，第二次来协谈的时候是开价100万，一户100万，等于3户要买大概21平多。要花300万买下来，如果不买的话，他们就是像昨天晚上这种行动，堆高机出现10几个黑衣白衣人出现，你工钱你得要介入嘛，不管最基层的里长，还是讲咱的最弱势的主户，他有能力处理这。是开始就陆陆续续发生像这款的事件。差不多一个月前。一个月前。甲单呢，拢总算算安尼已经几件。几件？系啊，1、2、3、4件。根据了解，这厝起好上无已经26年，不过出入道路的这块地是私设通路，不是现有的行路，因此无符合既有道路的条件。但是针对地主用护栏匝路的做法，公务局表示，这已经违反公务大楼管理条例，相关会当罚20万，而且若唔改善，会当连续处罚。放置纽泽西护栏，经查该放置位置是位于四车通路上，违反《公益大厦管理条例》第12条第2项规定，将行文限期土地所有权改善。记者现场敲电话给地主委托的大师，伊敢若讲一切买卖拢是合法，目前已经无参与这个案件，而且坑护栏的代志嘛，甲伊无关系。厝主表示有拜托议员来协调，双方拢无共识。现在3户厝主也决定要行法院，为家己争取权益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